发无边啊！华山与我陆小人何言不怕？太傻闲了！空中修炼800年了，却数1年进法，变化原形，专门测试商人进行无恶不作啊！邓太极将他测试了，落不了。哎，奇怪，前面2人啊，其中一煞清风随身了。几黑嘛你？他是6年虫啊，亏身转世，是他用那增加8年头痕啊！走啊！翻山那夜大亮，俺们乘凉风啊，冰封哦一大片啊，烟囱啊囱啊。东啊神，呀尘梦尘啊，襄阳还有福相思啊浓啊。院长啊，好，我想今半日吼，一天无法度行到街路上嘞，拜托呐，将出对啊大爷抢修一下好诶。陈太哥啊，我看唔好啦，你看那个蔬菜按定一讲，按强固，我想哦，你要继续赶路要紧呐。啊？那个定人讲啊，你不是谈过的啊？我真好运啊，天不怕。天不怕，这妖魔鬼家看着我呀，惊苦怕三分啊！不妙啊！是我啊！要这样要这样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啊！你嘛你无法探险啊！啊！你还妖魔鬼怪，救你喽！救你喽！哈！钟少爷啊，将他捉不来，插上一波个。啊！救你喽！穆少卿，你太疯肆了！马上敢破坏那个后事啊！太胆妖怪，上身无才子，你还唔敢加退下？我以为何方神圣啊？原来一只小小的华山三圣母啊！穆少卿，奉下屠刀，莫再危害神灵。
三生母爱，我属下留情啊！嘿，乌纱太闲，法力高强啊！有脸有风抬起来，我也不怕了钟小友啊！靠！他哦！公子上来，公子上来呀！有关啊！你是爱妖怪，爱哪里像妖怪？你没有怪，你是弥天仙呐！我听那神天梦中听，梦中听，你那破仙子显年轻，显年轻，可怜从给心情。梦境见真情，梦境见真情，哎呦两兄弟呀，回家你呐。姑娘抢了，方才见很爱妖怪，你又还很爱姑娘。哦，歹势啦，方才见我披了。妖魔所讲，所以一时忙有回神，怎么将你当作妖怪，请你多多原谅啊！公子，我并冇见过你，尸体时常妖乱，妖怪作乱，好的，我六三毛三之法，你不用惊怕，妖怪已经平安赶走了。只是公子。有冇多事以来呀？嗨，相爱是上金机子，你可去漫游30个时间。听人讲，华山景色清幽啊，所以我提前出发，顺此起飞，游了一番呐。原来如此。哦，首先自我介绍，我姓刘，名彦昌。但不知姑娘是何方名啊？奴家名喊杨凤仙。杨姑娘，你个面貌。那个面貌里好啊，那个面貌用办到法我师母庙地步的法中仙5神很相似啊。什么？不瞒
万公子，因为当前我要给他出外打猎啊，迷失路径，自是为非，有莫趁此机会，要将我也插手落卜啊！哦，好在三圣母出现相救，我也为到要报答这个恩情，就在前锋的主题，起了一件华山圣母庙。能恕我勇敢子子孙孙，万代香烟呐！这样办，三圣母的面容为了你相同呢。因为我呀，当时并没看清楚三圣母的面容，我也有讲，有怪蔡龙啊勇敢伤害人命，我也记将计就计，用我的面貌来操想，一来能保护华山，以及神灵的安危；二来有关的看见爱，就因为我是三圣母。不敢就范啊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令尊真是高才高才，这样一来，岂不就是两全其美嘛？刘公子，你夸奖了。哪里？嘿啦，唔对，我有件事情想我对你说，你心意如何啊？何解事情呢？上爱刘彦昌，我哋上剑夫科，华山所采，建设修理，山岚透墙。我想我在此地得了经验，但不知姑娘你的意思如何啊？你不是要上剑夫科？历史以来，不是不耽误到你的口气呀？你放心，我做3个月时间就已经上剑了。是讲你心不在3岁，另有目的啦。凤仙，难道你没听人讲过一句话吗？什么话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点手啊！风险两
前搬天门，南边庭，北宫右手，为万体。奉有王之意，出守南天门。今日利用寒夏时间，切作巴山，以我家贤位，连续兄妹之体。好奇怪呀！天云半空，为何看见两团白云相交？其中有个众天将，用剑各看。搭救啊！所以为何为意那时表记发生征兆？我家贤为三十母人呢？什么嘛？为何说罢吞吞吐吐？快快走来！今日妖怪拆了华山，危害人命。随地给唔他三声门嘅解决，我一得将我太大出手啊！那我现在可有所动啊？什么无用？太难妖怪，不诚心修炼兵法，警告怒老银两，怒万天条。暗用玉龙，岂能弄得了你长空独论，众天众。你按擒拿妖怪，空。菩萨仙风救难逢，上门打开，心中安松。开声用耳聋，太弟弟，总是听人把有气啊！危害生命，没有很贵，假人假义，不可惜啊！板口偷食不抵制，假人假义，天下体啊！满腔恶意，恶臭你！呸！难得比上也保卫司通方面没事啊！天鬼啊，太监！
我不有人，金刚出口，我灭才来哥哥太上的神仙了。呸！神仙有难得终身气吗？你用神口口声声斩妖除魔，捍卫天理啊！嘿嘿，原来天理用来暗砍杨家，做了见不得的事情啊！我杨家何来见不得人之事？你与我说清楚。啊，说你家妹私通反面，违反天条了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李老生啊，你对俺一压了，说话讲天说一言，犯奸一言呢，做不对，你家妹已经家本6年床위치，嘿嘿，连这个讲出来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了。不相信，李老生神通广大，通天眼，能观天情，能观凡间啊，何不打开看啊？出去爱胡说，要你家妹呀！欺骗你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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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嘿，可问那个财长开口出言，我们哥哥太重的神仙了。小妹，违反天规不障碍，偏偏的障碍呀！这不是天理实行，暗砍与杨家有黑马个呀！你这个死哪呀！可恨！可恨我一妹，那个做作的人含羞惹事，太过不便，打开通天眼，应该就是有。